就係你作者楊偉龍啦，喺加州同我哋直接對話嘅。Hello，楊偉龍，你好，你好。係嗱，星期一咧同我哋講過美國個旱災嘅情況啦。咁你講完之後，我哋真係留意多啲嘅時候，你發覺個農產品期貨價格就一路上緊嘅。好啦，究竟而家嗰個災係叫做25年最惡劣啦，有冇人去處理？美國當局、美國政府有冇話用咩方法去對付呢場旱災咧？災區有幾大咧嚇？呢場旱災咧都可以話係好神奇啊！因為咧佢嚟得好突然㗎。我哋幾個月前咧，仲以為今年會豐收㗎。上次同大家講嘅時候咧，話係25年嚟最嚴重嘅旱災啊，係咪啊？即係4日前嘅事啫。而家已經係50年嚟最嚴重嘅旱災啦。宣布進入災難狀態嘅地區咧，由星期一嘅26州1000郡加到而家嘅29州1300郡，面積咧由一半啊，美國總面積一半咧，增加到去2/3。而家咧，成個美國嘅土地啊，有80%咧係陷於乾旱嘅，其中40%咧係嚴重乾旱。呢個情況仲會繼續維持落去。當啲電視台咧收到呢啲咁樣嘅數據嘅時候咧，佢哋都嚇咗一跳。啱啱即係公佈呢啲數據嘅時候咧，有好多電視台唔夠膽公佈啊，就佢哋咧即係唔敢播出嚟啊。佢哋咧就派人四圍走去調查啦，派人四圍走去問啦咁啊。你想象下幾即係嗰個情況轉變得幾大啊！好難接受啊！加州咧就唔係重災區嚟㗎，成個加州咧都冇極端乾旱嘅地方。但係咧，我走咗去超級市場嗰度買10幾條粟米，實地研究過，發覺嗰啲粟米嘅情況真係好差。其實咧，美國呢度嗰個超級市場咧就好得意嘅，佢賣粟米咧就唔係話好似我哋嗰啲咁啊，有人揀過啊咩咁啊，佢直情咧就喺農場嗰度畢咗一大堆翻嚟，咁掉落個箱嗰度，你自己揀嘅。所以咧，你會睇到嘅真實嘅情況咧，就係嗰啲農作物真係好差。上一次同大家講嘅時候咧，嗰個農產品嘅價值咧已經係即係破咗紀錄啦，係咪啊？而家再破紀錄，粟米咧就已經去到340美元一公噸，大豆去到660美元一公噸，遠遠高過2007年、2008年糧食價格危機嘅時候。嚴重饑荒同埋經濟災難咧，都已經係無可避免㗎。如果再過多幾日，再冇大雨落，即係大面積嘅大雨落啊嚇，大豆嘅價格咧可能會去到1000美元一公噸，直情係我諗都係糧食大災難嚟㗎啦嚇，肯定好嚴重嘅糧荒啊！好啦，而家呢個時候爆旱災咧就最慘㗎。點解咧？而家呢個時候係全世界經濟最脆弱嘅時候，政治最混亂嘅時候。舊年啊，美國國會冇人諗到今年會有旱災㗎，佢哋已經咧停止咗喺舊年9月嘅時候停止咗美國嘅災難計劃，令到美國農業部冇辦法經濟援助喺災區嘅居民。真係其實呢樣嘢咧係佢哋嗰陣時做錯咗㗎嚇。講翻轉頭，而家美國嘅聯邦政府、埋州政府同埋地方政府，全部都係破產邊緣㗎啦。如果你話出事嘅時候，都唔知邊個救邊個。失收咧就係好大嘅問題嚟㗎嚇，係影響到地方經濟嘅。例如食品加工業會陷於癱瘓啦，運輸業停咗啦，種子啊、肥料啊嗰啲批發啦，甚至乎樓市都會受到影響嘅。而家呢個時候，美國國會應該走出嚟處理呢一宗咁嚴重嘅半個世紀以嚟最嚴重嘅旱災同埋經濟問題。但係美國國會分化得好緊要啊！佢哋搞唔掂個國債上限，搞唔掂個財政懸崖。搞唔掂啲銀行啊！即係啲銀行喺度洗黑錢，佢哋到而家洗咗10幾年黑錢，佢哋而家先話抄翻出嚟。但係咧，美國國會唔係淨係處理經濟問題噶嘛，佢要處理埋呢個政治問題。全世界都係政治混亂嘅，個局勢非常之複雜多變。好啦，國會搞唔掂啦，咁美國嘅總統應該出嚟主持大局㗎，係咪啊？但係美國總統奧巴馬咧，佢就好忙啊！而家忙咩咧？忙緊競選嗰啲，因為佢咧俾阿 Romney 咧。打到佢殘啦，所以佢一定要還擊嘅。不過佢仲有樣嘢話拖條手尾咧，就係鐵漢警長Joe Arpaio咧開咗個喺17號啊，開咗個記者招待會。佢話咧，佢已經證實咗奧巴馬佢白宮公佈嘅奧巴馬嗰個出世紙咧係假造嘅，要求國會跟進。而且咧，奧巴馬而家仲有好多官司跟住佢㗎，話佢咧個出生地有問題。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如果一個人啊，佢連自己嘅出世紙嘅問題搞4年都搞唔掂，真係你就叫佢諗住搞第二啲嘢咧，真係好難㗎。咁啲地方政府而家點樣咧？上次同大家講，San Bernardino 市破產之後咧，
其實成個南加州咧都陷入斷供收樓嘅危機嘅。San Bernardino郡政府咧就諗到個辦法，因為咧州政府唔理佢哋啦，聯邦政府唔理佢哋啦，咁佢諗到個辦法就係點樣咧？佢同金融機構聯手，由郡政府出面徵收嗰啲已經係陷入負資產嘅物業，然之後咧由金融機構作合理補償，再由金融機構批貸款俾嗰個負資產業主，去解決嗰個斷供收樓嘅問題。你想象下，地方政府要自己自生自滅去解決自己嘅問題。上次我同你講過啦，Mill Bay嗰度買樓，佢個市政府會補貼5萬美元俾你去買樓。你諗下啦，係咪啊？佢哋而家搞到咧要自己即係去救翻自己嘅，但係好遺憾話俾大家聽，呢個半世紀最嚴重嘅旱災咧，地方政府係冇辦法自救嘅。而家咧佢哋唯有聽天由命。如果個天再過多幾日都唔落雨咧，咁啊麻煩。所以咧香港有好多人咧等緊聯儲局放水係嘛？係等緊呢個阿爺放水係嘛？唔係啊！我而家日日希望咧個天放水落嚟啊！好，呢個大旱災嚟講，令到頭先睇到粟米咧好慘啦，以為楊惠龍咁會唔會即係刺激嘅食品價格、大豆啊各方面全球嘅食品價升咧？OK，咁我就要拭目以待啊！要值得關注下，而家即係值得關注，因為個通脹能唔能夠落到咧？佢其實咧楊惠龍有睇過會唔會再重現啊？通脹冇錯啦。 OK， 好咁啊！今朝就好多謝楊惠龍同我哋嘅分析，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咁啊，仲有唔夠40分鐘啦，港股同內地股市會同步開市。今日留意咧就係人民幣零售國債第一日掛牌。暗盤價曾經破底嘅，咁啊暗盤嘅成交價咧就係介乎99.75至到100元人民幣，咁啊收市都係升2%到嘅啫。咁啊今日仲有一隻新股咧，就係從事設計同開發照明產品嘅馬士達國際，8146喺創業板上市嘅，咁啊留意下兩者開市之後嘅表現係點啦。